正版波衫嘅隊徽咧嘅印刷係比較精細，而假貨嘅印刷咧係比較粗糙啦。喺光照之下咧個分別係更為明顯嘅。正版波衫每個字母嘅圖案咧都係立體而且富有層次感啦，而冒牌波衫佢係將字咧就印刷喺一整塊嘅平面上，如果摸上去咧會明顯感覺到兩者嘅分別。